陳廷輝鐵馬江運行29日下晡來到下營上帝廟，出發前先向先天上帝上香參拜，感謝上帝公庇佑陳廷輝順利通過市長初選。參拜，叩謝先天上帝聖職烈烈，威靈顯赫，庇佑市長候選人陳廷輝順利得到民進黨提名。恭請庇佑陳廷輝大選，高票當選台南市長。陳廷輝鐵馬江運行將會騎行全台南37區，用正向堅持的心向支持者表達感謝，也希望以女性市長溫柔甲感動，找回人民的信賴感。今天呢，我們從下營出發，我們希望的就是用一區一區感動的態度，然後找回人民對我們的信任。因為台南第一位女市長，400年第一位女市長，我們希望用不同的溫度、不同的感度，讓人民更有信任感。人民對我有信任，人民對我這個信賴感，相信咱較有法度贏到在位立委，咱最後的勝利。所以希望咱做伙加油，我們一定要改變台南，讓台南用女性的溫度、女性的力量來改變台南。順利通過初選，將感謝化為行動。陳廷輝用鐵馬一步一腳印，騎遍台南37區，將支持化為真正的力量，也用溫柔而堅定的方式，持續向市民傳達伊對着故鄉的承諾甲期待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